嗨，大家好。我先把怕尴尬转盘收起来好了，好像不怕了。我们要先跟观众打招呼吗？好啊。嗨，阿健，晚安。安安欢迎，还有西米 Mickey Mouse 晚安，欢迎你来。还有好啦，切入5秒，木咪帕梅普，哎呦晚安，有够难念的。嗨，嗨，扣子。大家好，耶！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扣子。没错，是我。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啊？平常都在干嘛？我我叫扣子，是一个猎人，目前67等。好，你最近在坐牢？我完全没有玩过。这样讲会有人听得懂吗？应该会吧，最近蛮多人玩的吧？我不知道我觉得也许没有那么没有我想的那么有人气，因为我觉得推广很困难。我根本没玩过我小时候也没玩过。啊，你小时候玩什么？小时候我一个礼拜只能玩5分钟的电脑，所以我都玩纸跟笔。一个礼拜5分钟是要玩什么？对啊，很可怜吧？因为踩地雷都不一定可以玩完。一个礼拜玩5分钟，如果是比较烂的电脑，要开机就好几分钟。就是在玩开关机游戏，非常好玩。我好像也是只能玩一下下，我好像就只能上个 FB 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发个文这样。所以我都趁我都因为我爸妈差不多8、9点上班，然后8、9点上班，没有，他们6点就会上班了，然后他们一去上班，我就会爬起床，然后开始玩1个小时，玩到去上课。哇，好聪明哦，好聪明！没错，方法就是会在时间就是自己争取。那个强者从不抱怨环境，是这样讲吗？没错，太棒了！从小早睡早起。哇，真的是蛮早。有人说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直播？可能因为现在是那个吧，礼拜天晚上，大家依依不舍，明天要上班很可怜。现在是人气时段。哇，空宇耶，嗨！今天超多人的，我现在人在淡水，然后超多那个叫什么游览车团。游览车哦，多到爆！淡水的哪里啊？昨天也同样下雨，然后今天也下雨，但今天就特别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啊，游览车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真的超多的。好怪。我在淡水哪里？我在靠近港的那里吧，靠近海港那边，那个叫什么黄金海岸那里。哦，超级多人，感觉就是听起来像景点。对啊，你有来过淡水？我有去逛过老街，然后有搭过那个去巴黎的渡轮，但我有点忘记哪里是哪里。那你有去过就是靠近红毛城那一带吗？好像忘了，太久没去了。就是那一带现在是超级跟老街那边是完全不同的风景。是哦，那边是已经变得一个很文艺气息很重的地方，很多那种很帅的咖啡厅，然后那种观景的美式餐厅跟那种西餐厅之类的那一带。你是去市场调查还是去取材？没有，因为最近要搬过去，然后之前我有一次有坐公车坐到那里，然后有逛过一次。你要搬家搬过去哦？对呀，对，我们找好地方。哇哦，好酷哦！要到繁华的台北打拼。那边也不算繁华的台北，那好像是新北，是不是？那边算，对吧？我觉得那边其实跟我在园林的感觉不会差到太多。哦，原来如此。唯一的差距就是旁边有捷运吧，就这样子。那捷运好搭吗？
我是老不是很不会哥也就是要聊天？拿转盘出来了你刚刚不是说还有一个话题可以聊很久了吗？啊？哎、你不是说那个教招这个话题好像可以聊蛮久的？哦，可以啊，我你觉得可以聊教教招怎么样啊？我觉得跟我想的有很多地方不一样，因为我是第一次教招，然后是他们这次也是，应该我也是第一次14天吧，这也是第一次14天，对，哦，然后课程比想象中的还要丰富，超级多的，多到爆，然后每天都是满的，完全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的那种。没有在扫地，是真的有在学对，没有在浪费时间的那种，啊。非常的充实，就是除了累以外，没有什么不太好的体验。当然有一些东西很白痴，但是就是毕竟是部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啊，对，理解理解。有摸到枪吗？有啊，我们我想一下，我把每天的行程报出来好了。好啊好啊。他们这次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这次不是在营区里面进行这个教育召集训练，他们是在现地，就是你以后，我们现在是后备役嘛，对吧？啊，对对对，我们现在后备役，所以我们被编到的是后备役的部队里面。他们这次是直接分发到我们到时候会待的地方，也就是说打仗打起来之后啊。就假设把你召集到的地方啊，对，他们就是直接让我们在那个地方进行训练，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就是进到一个庙里面，然后去报道，然后就突然装备发一发，然后就带我们进到一间仓库，里面，然后里面摆满的，对，里面摆满的帐篷，全部都是帐篷，然后大家就睡在那里。然后之后东西放一放之后，就跟我们讲说：“你们接下来这几天就要在这里生活了。”然后我就 What the fuck？ 哦，原来就在这里哦，就在这里耶，一个庙哎。然后外面就是车子，然后民众什么东西在那边拜拜干嘛？我们就在庙里面，然后全副武装就开始了。对，我那时候就是想法是就。蛮特别，毕竟我们那4个月是进去部队里面嘛，对啊，然后也不太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对，哇，但感觉蛮合理的，因为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就应该确实就是那样子。对，就是让我们习惯那个感觉。然后我们基本上，上课的时候就是进行训练的时候，就是全副武装，钢盔加防弹背心，然后加防弹板啊，防弹板不是一开始就发，是到后面打靶的时候才发。然后没事。对，它是前面一块跟后面一块加起来，它差不多3公斤重。反正整套弄一弄就很重，我也不知道大概多少，但是就很重。然后没有什么体能的训练，全部都是一大堆的知识。就是满满的知识灌进来，但这点也是我觉得蛮奇怪的地方，就是他们也没有什么纸本教材。以前4个月反而有。对，4个月反而有。就对于我觉得学习的效率来讲，跟学习知识的方式来讲，我觉得有点差。因为就是教官上面念一次，有没有人有问题？啊，不行！然后大家一定会说没有，也没有考或是检验，也没有验收。有考试，我们有3段考试，我们有3阶段的考试。没考过会？没考过也不会怎么样啊，那没有用。就大概你会知道自己在哪里啊，会认真就会认真啊，摆烂就会摆烂。好啦，4个月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错。你也没什么办法，他们也没有时间在那边有的没有的，反正就这样。但我们那时候整套训练出来，我们是所有部队里面的那个成绩，我们好像拿了两个冠军的样子。对，我们拿了2个冠军，我们拿了打靶跟实战演练的那个冠军。
就成绩都这2项都是最好的。但我蛮意外的，因为我们实战好像跑的不怎么样。是跑那个吗？就是模拟情境那种的。对，有剧本。反正我们一开始是打靶嘛，一开始就是对，在庙里面的时候是基本的训练跟复习，然后还有知识，很多知识，比如说战伤救护之类的东西。哦，这蛮重要的。战伤救护是我觉得里面所有的课程里面最好玩的地方。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所有人那个带上行李跟帐篷，坐车，然后我们就整坨人被送到成功岭去。哇，你刚刚说整坨人带行李跟帐篷，下一个我以为你要讲开始行军，没有，我们就全部带到成功岭去，然后去到那边的那个破破烂烂的营舍，然后开始打扫，然后第一天去的时候没有水，也没有电。这是让你们体验那个吗？电好像有，然后水好像断断续续，然后厕所没办法冲水。我们那时候非常的夸张，然后那时候要去厕所的时候，我们要拿那个铁的脸盆，应该看过，去饮水机那边装水，然后带进去冲。哇，好困难哦。没错，真的就很苦。我趁机打个招呼，嗨三次方晚安，嗨伊藤绿茶晚安，感谢 Mickey Mouse 专程跳槽过来看我跟扣子聊天。Hello Mickey Mouse。那个你说水断断续续，然后断电，那个是故意让你体验就是暂时可能会有的情境，还是就只是地方很破？没有，那只是地方很破。那没事。我想说哇，太用心。地方很破。但他们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实战的那个怎么讲？情境是吗？情境模拟，他们会就是我们行军行到一半，然后可能我们枪不小心指到对方了，那个长官就会冲出来说：“你枪指到他了，他中弹了，快帮他止血。”然后就丢一个止血带给我们。哦，那还不错啊，是蛮有在考验你那个突发状况。对，就是会有类似这样的模拟，然后所以还是有行军的。对，然后行军的时候比在4个月的时候还要复杂很多，多了很多队形的变换，然后还要在中间，我们还要在行军的过程中找那个敌方的位置。好酷哦！所以他们是有准备那个东西给你们找。对，有小东西，然后我们要他们有的。我们遇到了2个状况，一个是贴照片，一个是娃娃，对，然后要我们找出来，然后那个是在考试的途中，对，考试的过程中，边行军边考试哦。没错，我们那时候就是应该说我们那天的考试就是要一边走，然后出去应对各种状况。OK， 整个考试内容就是反正就是给一堆突发状况，然后看你有没有用这几天学的知识可以解决它，就对了。对。然后第一阶段的考试就打靶，就打靶没什么好讲，就是一直打。这次多了，因为以前都是卧射嘛，对吧？对，就躺着。现在多了立射跟移动后立跪卧，好难的感觉哦。它是有立射跪射。有他有一套，也不是一套流程，他有告诉我们原则，很多原则，比如说奔跑差不多4到5秒内就要马上趴下，然后有跟我们讲原理，是因为一个合格的射手会在4到5秒内瞄准到人。有道理。对，就是叫我们移动的时候4到5秒内就要趴下，因为移动攻击啊。这时候就要4到5秒内就要趴下一次，这样。我们有很多这类型的原则讲解跟步骤。哇，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因为它没有很多制式的东西去要求你。对，它不会要求你说你要在那边1、2、3、4、5，然后趴下。
就如果你在4个月学到这些内容的话，一定是这样，他们一定会这样教你。没错啊，这次来教招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这些东西，然后甚至那个什么立正、扫息那些东西都随便喊喊，其实也没有人在管。哦，好像可以理解，因为我因为4个月是分2个阶段嘛，就是第一个是新训，然后再来是会被分发到单位。我们那时候那个单位的气氛也是对礼仪也是没有就那么要求，对，所以好像可以想象，感觉会比较枯燥制式的好很多。哇，我还没有被叫招过，所以我不知道，我要跟大家分享我4个月的有趣的事。我想一下有什么有趣的吗？是说我来打个字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在聊什么好了。突然发现应该现在在聊男生当兵，对，在聊当兵啊。我那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有趣的。我们那时候也是4个月蛮无聊的，就是也是有打靶，然后打完就再疯狂的保枪。那你们教招的时候打完需要自己保枪吗？要，因为我们打真枪啊，你如果没有保没有清那些灰的话，一定要上去会有炸膛的风险，然后还有卡弹的风险。你在上面卡弹，你就会很紧张哦。所以大家保枪其实都保的蛮认真的。就是我第一次学到完整的保枪。完整？你们的完整是怎样？就是一定要全部分解嘛？全部分解啊，到里面的那个瓦斯枪管什么东西全部都要打开的，非常细的那种。我4个月的时候没有到那么细。真的？4个月是有保但随便保，还是4个月有一个那个大部分解啊，但没有到那么细啊。我们的4个月，我们那边有我们那边的状况是打都是那个志愿役在打，然后保都是我们在保，所以我们有学到蛮那个的保枪，对。丢给你们保，蛮有趣的，真的。那不就有超多枪要保吗？超多啊！就是他们去打回来，然后我们就知道好，今天就是一整天要保了。那超累的，那保枪其实很拼的。我觉得保枪就是可能比打靶还累哦。我们那时候最累是夜射的时候。你们还有夜射哦？我们没有。对，我们还有夜射，然后。我对夜射蛮不满的，是因为大家都上去，就是很像在演一场戏，你知道吗？就是 OK， 你们等下上去就赶快打完，然后赶快下来。他说，因为你们根本看不到靶。就真的看不到。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夜射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你体验在夜间换子弹的感觉。有没有射中根本就不重要。对结果一大堆人，因为我们通常6点吃饭，然后差不多7点洗澡，然后再来就休息，然后休到9点，或者是有可能要宣导什么东西会再集合这样。所以我们通常会有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对，但因为夜射，然后把我们的时间占掉，然后结果那天。对，那天大家都也没办法洗澡干嘛的，然后差不多8点半才回来，然后大家就急着洗澡，然后洗完之后出来还要保枪，还要送枪，好忙哦，那天超紧，对，然后超紧到爆，结果上去就只是为了练习在夜间换弹的感觉，就对这件事情蛮不满。OK， 应该教招最糟糕的体验就在这段，其他都还好，其他就是累。了解。所以你们所以你刚刚说的都是在成功岭的。对，这一段是在成功岭，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3天在那个县地，然后7天在成功岭，然后再3天再回去。又回去那个庙。又回去那个庙，然后接下来也是最靠北的地方是县地行军。就是真的在
对，就真的等于是会有民众大的地方街上，没错，会有民众。然后这很我们那时候会有好几个部队，那时候有考试，会有好几个部队，然后我们会有任务，然后任务内容有侦查，然后侦查、占领跟防守之类的东西。嗯，那这段是很累，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玩的，你们因为是互打会有2队互打，啊，哇，我们好像有点会有感觉哦。一队负责防，一队负责打。然后那时候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一个公园，我们把所有的点都守好，每个地方都有派人架枪。结果有一个小地方没有架，没有架到人，然后就有人在那边布了一颗地雷，然后那个地雷是可以引爆的。是真的可以引爆的地雷。对，他可以用手上的装置去引爆，然后他会弹很多球出来，他所以是真的可以引爆的。然后太多球好，敌方那时候派了一个班从那个从那个小地方进来，然后全部被我们炸死。哇，那是那段最好玩的地方。哦，这是你们计划的一部分啊。没有，就是不知道谁在那边塞了一颗，反正就炸到了。我们也不知道有人在那里塞一颗，好赞哦，好天才哦！就突然架枪架到一半，赢了，起来，赢了。哇，是怎样啊？是有班长当裁判哦，还是怎样？有那个干部，比较高级的干部在旁边。了解，哦，蛮酷的，蛮酷的。我有点好奇，在现地怎么吃东西啊？就是那个食物是哪来的？因为像在营区的话是会有伙房，他们会有那个自己的伙房，然后送那个便当过来啊，自己煮然后送过来。伙食都就那样，很干净。他有跟我们讲啦，我们一整天3餐的伙食费只有107几块，3餐。就每个人的伙食费是有这样，所以他们其实弄不出来什么好东西，真的就那样子。对啊，好像就没办法，但是好像就是以部队的伙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要干净，所以他一定会把所有肉都煮到非常熟，没错，就是可以吃。有吃到传说中的防弹猪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防弹猪排啊，没办法，要确保它熟到不行嘛，哪有办法？这个真的是大家的回忆，防弹猪排真的。伊藤绿茶问天威还是隔壁班？天威是什么意思？好像是一个部队吧，好像有个叫天威部队，但我其实没有，首先我不是军事迷，再来我很容易忘东西，所以我也不记得。没有啊，就是我们一个县地会有好几个不同的旅在镇守啊。我们好像是2旅吧，还是几旅？我想起来什么是天威部队。我们那时候单位也有，然后天威部队就是渗透假想敌，他会来渗透你的营区。渗透我们的营区哦。对，就他是国军的人，但他负责测试你。然后如果他渗透成功的话，那个营长就被抓去电。我听说是这样，是没有这个，但那时候有一段是我们的那个县地被攻打，因为我们县地在庙里面嘛，对吧？但是那边就算是一个指挥部，然后有那一段被攻打，也是假想情境这样。对，然后有人把那个机枪架在所有人的后面，架在所有人撤退的地方的后面，然后所有人都被扫死，笑死。认真吗？没看过电影哦。我的指挥，然后前面的友军就超级莫名其妙，一直在吵架，一直在跟那个班长争，说啊我们没错啊。然后班长就他们一直鬼打墙，班长一直说你们的队友把你们扫死了，然后那个被扫死的友军就一直在说他们撤退的位置是对的，他们俩一疯狂鬼打墙。小学生的假想战斗也会有这种状况，没错，我刚刚打死你了，哪有啊？好好笑，超级好笑。然后，对，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还有一段剧情，也不是剧情，一段情节是，我们不小心包围到死人了。
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在上一波被其他班给打死了，啊然后我们在路上，就我们在前往任务的那个路上，突然看到那个对方就是敌方嘛，突然看到敌对，然后我们就不带命令直接冲去包他们，结果包到死人，然后我们还被骂。你们又不知道，哪有办法？是因为你们不带命令，所以被骂。那个干部就在那边说，我有叫你冲吗？我有叫你冲吗？好吧，完全可以想象。我们一群人在大街上拿着枪说：“冲啊冲啊，冻死他们！”然后结果包到一群死人，蛮好笑的。哇，没错。所以那个机枪的部分，你们是有分特长的，所以有人是拿机枪这样子。对，有人有步枪兵、机机枪兵跟排机，排机跟半机，然后还有破炮。哦，好，原来如此。我们那个现地侦查也有破炮的部分，就是我们有侦查人，然后侦查到之后就直接叫破炮上去打，所以会有人守到一半，然后突然会有一个干部跑过来说：“你们全死了，你们刚刚被破炮炸死。”所以这个要怎么办？是要有人察觉到有破炮，然后要躲。应该是防不了。那段没有，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但就是这样。没有人。然后我们报道的那群人好像就是被破炮打死。好，懂了。就那段其实大家蛮莫名其妙的。肯定会吧。应该说其实整段大家都很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吧，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反正就到那里啊。走超累的，那天是走一整天哦，一整天。早上走加下午走，然后不同的任务这样。可以想象。伊藤绿茶说，记得有一次被洞巴去其他营区打扫。洞吧，去其他营区打扫，然后餐费很高，水煮蛋、马铃薯沙拉、蚂蚁上树，真的假的？马铃薯沙拉？马铃薯沙拉是餐费很高的食物吗？不知道，但听起来好像不像我印象中会出现的食物。我们那时候我4个月的时候，有一个执行官都帮我们排餐费，都排超高的。我们那时候天天都吃炸的。哇哦，还不错哎！因为他说他喜欢吃，真的假的？可以这样？他执行的时候排菜单都会排一堆炸的。所以是他排，然后伙房就是要把它变出来这样子。好像是好像是执行负责排，但我其实觉得蛮奇怪的。我以为会是伙房决定哎。对啊。好吧，我是不懂啊。因为正常来讲应该是伙房决定的。不然他不知道里面的流程，那伙房会很干。对吧？感觉我也觉得想象起来会是这样，应该伙房会知道怎么样比较好做事。对啊，正常来讲要这样啊。可是不知道可能部队的伙房没有那么有热情，可能会给我们乱搞这些东西。热情吗？对啊。这样子就当你的热情被消磨完之后，你那个工作就是反正有弄到就好了，有熟能吃，有熟就好了。理解。因为他们薪水其实好像也不高嘛，然后天天加班，天天早起，天天加班。感觉至少在我那时候那个单位也是伙房，看起来都快累死了。对啊，好，一早就要去买菜。应该说国军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嘛，摆烂的人超级多，然后大家又领同样的薪水，基层就会觉得很干啊。对总得有人把事情做完，所以就有人累死。但是他又拿不到加班费，因为这个部队好几个啦，听到好几个通常都是忙到3、4点要弄资料什么的，要背明天的资料。对，蛮常听到的。至少我那时候也是听到很多志愿役都是就是不知道怎么睡觉了，怎么可能啊？听起来根本没睡，真是不知道怎么睡觉，真的超累，很夸张
走一天，干脆不要回去。什么意思？下午走出去，所以是下午才开始走。旅长来营区，干脆不要回去，是直接不想见到他就对了。哦，我们那时候4个月，旅长天天来，因为有人在那边闹自杀。哦，那肯定得一直来。哦，天哪！对啊，有人在房间里面上吊啊，然后这是好像是一个超高阶的军官，然后旅长就天天来。我们那时候4个月，那个就很紧，大家都很紧。感觉压力就超大的。但好像也没那么紧。我4个月的时候其实超爽的。哇！我就一直在没事就在看小说。我4个月内看了超多小说。我有类似的经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轮到要值夜哨，然后就值夜哨的重点就是你不能睡着，但是你可以看自己的书。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投稿过那个台文杂志，然后投稿之后他就会寄杂志过来，我从来没有看完过。我那时候是看最多台文杂志的时候，我直接值一次夜哨就把整本看完。啊，你这么早就开始接触台文？也还好啊，我当兵的时候我想一下，也是大学毕业后，所以我大学就接触台文了。哦，没错，那很早那比好多人还要早但我认识更早的，有人是那个从小家里就有人教，那是稀世珍宝，超羡慕。哇，家庭环境很好，这个蛮特别，蛮特别的，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啊，但他现在好像也没有特别热爱台文，所以也不一定，就是他会，但他没有像我一样跑出来做有的没有的。毕竟从小学，学会法是去不在那。没事，反正大家开心就好。你真的不想学台文也无所谓，你不要假装要学，然后在那边突然开臭。没有，现在的人是觉得台文没有用，多念多听。是没错，蛮多人都这样觉得。我是觉得没关系，但有些人就是会假装要学，然后就也没学，然后就开始说不好用啊，想说是怎样。我想一下我们需要转。在说谁啊？你在说谁？没有啊，反正不是你。你在说谁？没有，很多网络上超多的，就随便点开一个跟台语有关的讨论，就可以看得到。哦，对啊，就有些人可能就是会很认真的发问说，那个音标要去哪里学啊？或是这个音标是不是这样念啊？然后就会有人在下面留言说，那个没有用啦。说劝你不要读太多，会造成反效果。也蛮多人这样说的，对。我看到很多这种，蛮好笑。可能因为我有在用，所以我觉得很好笑。但说不定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说不定有人很生气。伊藤利茶说好棒哦，那边没有台文杂志。不是，我是自己带进去的，部队里不会有那种东西。应该不会吧？甚至我同梯的，就是根本就没看过，然后就一看就，这是什么？好酷哦，蛮好玩的。密密麻麻的。对，然后就是就对他们说，就是完全没看过的字，然后就有人就会借去看一下，然后看一看就说哇看不懂啊，也有人是看一看就说我好像看得懂我就说对你看得懂，没错，开始推坑，开始推，就其实没那么难，你看得懂，蛮有趣的。我们需要转盘了吗？好啊，转盘好啊，不然平常也不一定用得到，我们来用一用。耶，好紧张哦，会转到什么嘞？超好笑。来聊聊咖啡的话题吧。完蛋了，我又不是专业餐饮的，死定了。你这个尴尬转盘是转出一盘尴尬。对啊，就是尴尬的时候可以转，你就会获得更多尴尬，很棒吧？等下聊不下去再转一次嘛，哪有关系？完全不懂咖啡。不然我们偷延续上一个话题。
我有餐饮经验啊，我应该可以稍微硬聊。是说在部队里应该是喝不太到咖啡吧？我跟你讲，我喝得到，真的哦？为什么？因为那个他们部队有那个经理部，他们会去载东西过来卖。哦，所以是想要什么自己叫？对，但是他超不会卖东西的。是怎样？他还要会卖东西哦。他之前卖东西的方式是我们跟他喊一样，然后他就会走进去仓库里面，然后拿出来，然后再走进去仓库里面拿出来。排队人超多，他就这样一来一回，就是超累的。为什么不全部报出来？他偷运动，把品项拿出来。他想偷运动没？好赞哦！拿一样讲一样，就是那个人讲一样，他就跑进去拿。然后那个人就会再讲一样，他就会有点不爽，说一次讲完好不好？我这样走来走去很累。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不一次问完？他为什么不把东西拿出来？好好笑，好好笑！哦，我要死掉！他就一定要一来一回，然后他好像还被投诉，是因为他卖东西太慢吗？太慢，然后那个比他高阶的另外一个经理干部，他就说我们有请他去请教那个小蜜蜂的阿姨怎么卖东西。哇，小蜜蜂好久没听到，对，你在营队里是，我们在成功岭的时候会有小蜜蜂过来。可能有人不知道小蜜蜂是什么，有人可能还没当过兵，或是不需要当兵的，就是餐车啦，对。然后就是餐车，可能会卖，你们的是卖什么？你想得到的都有啊，就是小蜜蜂会卖的东西啊。我们会有那种现炸的，好像是鸡排。那个没有，那个蛮夸张。你想得到就有。对，但是好像鸡排外4个月只遇过一次。啊？为什么？因为太爽了，不能那么爽，所以就只叫过一次。你知道我们4个月有人直接打电话叫小蜜蜂过来，然后被骂。不是干部才能叫吗？没有，他直接打电话叫小蜜蜂过来。这正常来说是干部才可以打那个电话叫小蜜蜂过来。你们是直接有兵直接叫啊？有兵直接叫，然后大家在上课上到一半，小蜜蜂开过来说：“刚刚有人订6块鸡排是谁的？”看这超好笑，干部傻眼，超级好笑。他直接开进来。这不是，他就只做那6块鸡排啊，他就做那6块鸡排，然后开过来。他应该想说顺便卖吧，但我们所有人都还在上课。他以为是可以来，好赞啊！超级好笑，好赞啊！好赞啊！我要疯掉。我们在营地，我们在献地教招的时候，旅长就一直讲说，记得不可以叫外送，你没有办法送进来，绝对不要叫外送，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没错，是不会被骂啦。我们其实在那里没有被骂啊，有人被骂，有人在献地行军的时候跑去买槟榔，靠北，就大家走到一半，有个人冲过去，踩他几把。我觉得这个被骂很合理。被骂，然后2个脸超臭，我就觉得靠，你们有什么资格生气？超白目好赞哦，好怪哦。虽然我那时候其实也想要偷偷去买饮料，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在看。还好你没去，还是你本来觉得你那是不同天，因为那个他们那时候去买槟榔的时候，是干部带着所有人去行军，干部就在旁边，他们就走过去买，笑死，超奇怪，蛮聪明的。他们3个就很乖。所以你说你喝得到咖啡，是因为你在经理部？经理部那边有卖咖啡。是听起来像类似营站，是不是会有罐装的那种？对啊，就是一直会看到一个卖东西的人走来走去、来来回回的营站，一直问你要什么，然后走进去。
对啊，我都会出来再问一次。我都会讲话讲商品讲超快，因为我怕他走掉。哦，真的耶，他就突然走进去，然后我就还要再等他走回来才可以跟他讲，真的耶，所以我都讲超快。天哪、为什么不能搬出来啊？到底为什么？他后来有搬出来，哇，他进步了，他有学到如何卖东西，好赞哦！不要走来走去。当兵还是有学到东西的。他后来就直接拉一批出来卖啊，然后就有快很多。那以前排队要排超久啊，那时候确实也是，我那时候也是可以投饮料啦，然后就会喝那种甜到靠北的博朗啊、咖啡广场啊。那你们有那种小零食吗？小那纸筒里面的。我想一下哦，我们本来有迎战，但是那个我们当到一半的时候，它就不见了，我忘记为什么不见了。可能倒了啊。哦，那个会倒哦。对啊。哦，好吧，那可能哦，可能倒了。然后我们就没有零食了，再也没有任何零食了。那你们附近没有营区里面没有开超商还是什么吗？有，但是不会带我们去，从来没有去过。哦，有那个肝胆相照的时候去过一次，然后可能也有人不知道什么是肝胆相照，反正就是大家那时候本来都不认识嘛，然后就有一个就是互相自我介绍，假装会变熟的活动啊，实际上不会变熟，我觉得也不一定，应该就是这样。没有我们没有肝胆相照。我觉得那个环节也不是很必要。我肝胆相照那天我吐到爆，因为我中暑了。啊，你有中暑哦？我其实蛮容易中暑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可能我被分到的地方就蛮热的，然后水也没有喝很多，所以我就超级中暑。我没有，但我教招的时候热衰竭2次。哇，你好像比较惨呢。2次热衰，没有中暑比较严重，热衰竭只是不太舒服而已。哦，中暑是有可能挂掉的。是没错，还好我还没挂，还在这。有，还好。挂了你就不会看到我。对，我好像是当完兵才开了这个频道的。对，所以如果我挂了，就从来不会有陈火蛇这个人出现过。哇，那也不会有，也不会有距离感的笑话。真的耶，还痛失很多笑话。哇，原来你有发了我的最新笑话，好感动。好，我一直都有在看啊。确实，默默按赞。而且我不止热衰竭，我还一直长疹子。是因为流汗哦。而且我到现在还在长疹子。哇，真的假的？是从那时候导致的？没有，也不是，我只是刚好长疹子，我只是想要分享这个讯息给你。谢谢。按你觉得一个长疹子的人来上你的节目，算不算一种整人节目？算。其实还蛮不错的，但我觉得要留一个尴尬比较好。好，我们开转盘。而且我们转到咖啡，然后也没什么在聊咖啡。对啊，我没有聊，有啊，我有聊啊，聊咖啡，喝是非。部队里面的咖啡，部队里面的咖啡。对，迎战的咖啡，好棒的话题。怎么办？整个节目的笑话我准备了2天。真的，你是精心怎么办？转盘叫我们再聊一次咖啡。你说我应该把这个拔掉。我在部队里面喝的咖啡是，不一定要在部队里啊。你说你在部队里都喝什么咖啡？我喝黑咖啡。真的好健康哦。我还蛮多人都喝黑咖啡的，但我都喝就是有加牛奶的。没有，我才不想要健康，我只是没得选。他就只卖黑咖啡他超搞的。好可恶。他无糖饮料卖超多的，哪有那么多人想喝无糖饮料？应该没有。强迫健康。不是，在那个环境下更会想喝有糖的吧？对啊，我超累的，然后我还只能喝黑咖啡，好难过哦。好，我们继续，我们还是转盘好了。没关系啊，我想听你聊咖啡啊。我不太会聊我没有很懂咖啡，就是
好啦，也是在咖啡厅打过工的。对呀、你在咖啡厅打过工。我知道，你对咖啡厅有什么想问的吗？我对咖啡厅有什么想问？你们装潢多少钱？我不知道那个店经理没跟我们讲，那个应该是店经理才会知道。啊，你们食材成本大概多少？食材成本其实我也不知道，那应该是值班经理才会知道。但我知道那个，你说到装潢，让我想到我们那时候有那个车道服务，就是你可以开车就可以买到咖啡啊。对，哇，那你们很先进哦，算先进吧。对啊，然后它有那个限高，然后限高就是会有一根铁在那边，然后你知道有人开那个大货车，它上面载一台挖土机，他觉得他进得来，然后就把那根铁撞歪了。那你觉得一个成熟的大人撞歪后会做什么事？他会肇事逃逸。错，他很棒，他想要倒车把它撞回去。什么东西？真的，这个我没有想到这是我快离职的时候的事，然后超级好笑，他就把它撞掉了，然后就打电话叫修。修了多少钱？忘记了，好像几万块吧，反正不是我的钱，超级好笑。而且他撞完之后，他还好像没有很紧张，他就是默默的开到那个可以点咖啡的地方，他还先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再说那个我把它撞掉了，好像他要赔吧，好像我忘记了，反正超级好笑。肯定是他要赔啊。对啊，怎么会想要把它撞回去是怎样？超怪。对，超怪。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知道总会想要试试看的。好吧。他如果把它撞回去，他就搞不好不用赔啦，不赔钱。他可能就不会被发现。都有监视器。不是哦，你没有看到，你也不会去调监视器是没错，是没错，真的。好笑。因为那时候我没在上班，是后来的人告诉我了。好像那时候也是他点咖啡的时候讲这件事情才知道。对啊，正常来讲也不会有人去看。蛮聪明的。只会有你们老板可能某一天开车进来，看到他歪掉，然后会在脑袋里回想一下他以前是这样子的吗？然后才默默去调监视器，然后就发现靠北。还要调半天不知道调多久。对啊。搞不好就是等着下一位客人发现他，彩蛋。你做过手冲吗？没有我们店没有提供手冲，但是我们的那个同事里面有一位是手冲玩家，会冲给大家喝，但我其实喝不太懂。手冲跟其他的咖啡机出来的咖啡有什么差别？它是应该说手冲到底是在干嘛？我一直蛮好奇的。你问一个喝不懂的人，我想想。没事啊，你可以讲一下具体步骤。但咖啡机的，因为咖啡机出来是浓缩，跟手冲的那个水分应该也不一样。感觉手冲冲出来应该就是直接可以喝的黑咖啡啊，浓缩也可以直接喝啦，但是蛮浓的，比较少人这样喝。我之前下过啊。对，虽然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很香其实我蛮喜欢喝下的。你说下一杯浓缩咖啡啊？你说的下是酒啊？没有，我说直接干掉一瓶浓缩可以啊，一杯浓缩咖啡可以啊，比较少人这样，但确实也有遇过有客人会点啊。你说他就只点浓缩咖啡？对，还蛮少见的。但他好听哦。对啊，很酷。嗨0287，晚安。他会疯狂心悸。可能他也是像我这种就是咖啡因中毒仔，就没有在管啊，咖啡因中毒仔，就是咖啡因成瘾比较严重，所以没有在管会不会心悸的。真假？你会有，那你会有戒断反应？会啊，就是会头痛啊，不喝会头痛。假？好扯哦。真的啦，真的，就
就没关系啊，就把身体搞坏啊，没关系啊。我以前其实喝的很凶真的、哦？你是一天几杯啊？一天2杯。啊，这样算很凶吗？很凶吧？2杯是美式、哦。2杯。我那时候喝什么？我喝拿铁。那还好，那还好。啊，真假？因为通常美式里面的咖啡量是2杯。哦。至少我们那一家是这样。嗯。对啊。啊。我觉得2杯拿铁小意思啊。那一天是几杯？好像其实有一个建议摄取量的上限，应该是可以到5杯拿铁吧。啊！但我觉得那样你会喝太多牛奶，你会肾结石，你的钙质会摄取太多。对，对。那等于他一天都不喝水，那水都当咖啡在喝。真的耶，真的耶，当水在喝。真的耶，肾脏感觉不太行哎。超扯。染上了不好的粉末，这我。我想想啊，关于咖啡还有什么可以跟你分享的？没有，我们好像也就刚刚那个在聊咖啡，我刚刚在聊货车司机。对耶，蛮会离题的。你知道85度 C 为什么叫85度 C 吗？不知道，因为好像那个浓缩咖啡就是出来最好的温度就是85度 C。我以为你要讲笑话，结果不是。我今天没准备笑话，但我应该不用准备，就是刚好想到又可以讲。为什么你没有准备笑话？因为我本人呢就是一个笑话。我以为我们会有一场很精彩的笑话杯头。可以啊，我其实随时准备好，来啊。好啊，立夏，我刚刚讲一个。好，我要先改那个现在在聊什么，现在在笑话杯头。我刚刚已经杀掉所有气氛。啊，不至于吧？笑话 battle 来吧。其实我没有更多笑话，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进行一场笑话 battle。那我就是不是准备要赢下这场笑话 battle？你要比整人节目还要屌？那很难呢。那我要想一下，我先讲烂的好了。就是呢，有一天三角形、圆形、正方形他们约好了要去看电影。结果呢，圆形跟方形到了电影院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三角形，然后他们就打电话给三角形，三角形就说啊，我睡过头了，我现在马上出门，所以他们就等了很久，全等三角形。好，全等三角形是一个 punchline 吗？对。什么是全等三角形？就是如果有2个三角形长得一模模一样，就是全等三角形。完蛋！你拿数学笑话打在一个高中肄业的人身上，靠腰，我哪知道啊？我又不知道，我没跟你聊过这件事没？不是，高中毕业数学也可以很烂呢。啊？你可以高中毕业，然后数学还是很烂呢？没有，我高中肄业啊，我根本没读完。我是说我高中毕业，但我数学还是很烂。可是你知道全等三角形，我不知道什么是全等三角形。那你知道我可以知道全等三角形这5个字，然后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就像我想想，就像我可以知道，我笨到举不出例子，等我一下。OK， 你是假董仔。对，假董仔就是我可以知道那个什么血小板低下，然后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讲一些好像很屌的词。你说什么？你老爸得了 MVP， 然后那个 MVP 是白血病的缩写。哦，对，好像有这个梗。好，有一阵子没看到。OK， 是假董仔。我觉得整人节目目前略胜一筹。我觉得完胜。那你不觉得距离感真的是史诗级笑话吗？我不知道。我觉得很赞耶。我前几天讲了一个什么超屌的，我忘记了。不然我还是讲一些老笑话好了。拿泸头，对，我前几天讲拿泸头。哈？我觉得这不太好在这里讲。我也觉得。等下去那个地方打关键字。好。没错。好。就是从前呢，有一个人拿着一张水费账单跑去
跑去超商缴水费，缴完之后他就跛着脚出来，因为他缴费了。怎么样？靠北，他要挂我电话。没有，你在消化这一切。没有，我在喝水，你在喝水。好。我们还要笑话 battle 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蛮尴尬的。不是哦，你都没有准备题目给我，我不知道我要聊什么。我以为我们会，不是，我们其实有题目我们题目是强迫来宾一起研究用台语 dirty talk， 我们完全没有在进行这个主题。不是啊，这个能在这里进行的吗？我看很多人都开什么擦边球台，这个我们也还好吧，我们是纯学术交流呢。你想要当那种 VTuber 吗？没有啊，我可以教大家怎么当那种 VTuber 啊。你想要用那种话题吸引人吗？有时候还蛮想哗众取宠的。我现在在看你画面的那个你的那个衣服上那个黑色绑带也太色了吧？哦，对啊，就是对，无当法反驳。当初是怎么样？什么情况才会让你想要穿这种黑色绑带？就是呢，我想想，我当初是怎么说的？我好像对服装没有特别要求但是就说他想怎么画就可以自由发挥。可能因为我那个服装以外，就是有给一些愿望，然后那些愿望组合起来也是这种感觉，所以就变成这样了。说这个男同性恋感，很不想这样说，但是大概吧。但我没有想要往这个方向虽然我发现好像蛮多男同性恋 V 喜欢跟我互动的，怎么办？我知道你可以聊什么，你可以教我男同性恋的台语怎么讲。好，我想一下，很少用很少用靠北，你考倒我，你只是叫我去查字典而已啊。你还可以教我熊族的台语怎么讲。熊族是什么？熊族好像是你说不知道一种体型吗？一种外观偏好，这种男同群体吧，我不知道好像有什么熊跟猴这样子。对啊，我怎么会知道这种东西？你可以教我福瑞控的台语。看这我也不知道有人翻吗？感觉就讲 furry 啊，还是怎样？介意动物的人，是这样吗？OK， 介意动物的人。同性恋比较介意卡称康的人，这样感觉有点不礼貌你要比较学术的话，你就讲同性恋，就是同性恋这3个字。同性恋，同性恋你要口语一点，你可以说，比如讲介意查某的，这样比较口语。介意查某的，为什么是恋啊？因为恋爱本来就翻成恋它本来就念恋。如果是恋爱是什么念？恋爱，因为它有2个音。恋爱比我想象中还要偏还要偏吗？就是对啊，声音长得跟你想的不一样。对啊。我想想还有什么？其实有比较，就是以前的人会讲的，然后也蛮不好听的。你想学吗？不要。好，那就跳过。好用的就是同性恋，但听起来比较文言，你可以说伊就是介意查甫的就可以了，或者伊就是介意查甫的。如果你想说女同的话，介意查甫的女同。有人说你们知道同志圈的虾族吗？虾族是什么？虾族不知道啊，也是一种体态。同志圈，我也没有关注我怎么会需要知道你没有在关注吗？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在关注吗？是吗？没有啊，是这样子的吗？我如果公开说我恐同会被延上吗？哈？可
说开说你恐同会不会延上吗？我觉得你可以准备很多委婉的话。好，但是不是黑红也好没事，没有啦，就是因为有被男童骚扰过，所以我其实有微微害怕。对，交朋友还是可以的。那我觉得毕竟是个人感受吧，我觉得也不要对人家做出不礼貌的行为，就是我的恐同是我默默的在内心恐惧，但是我不会在那边跳出来说哦，你爱男生，天地要毁灭，不会，这是白痴而已。天地毁灭，你看现在都几月了，还这么热。对，那个不是有一个人好像蛮爱讲，然后讲到变很红。我忘记他是谁，好像就是民众吧，只是那个被拍下来就变就是那叫什么，变梗图这样。没错，家族就是去掉头很好吃，什么意思？就是只有脸不好看，是不是？身材很赞，脸不好看，太坏了吧？啊？可是虾子是虾头是虾子熬汤吧？最好的地方。有人会直接吸吮虾头，对不对？因为虾子的风味跟油脂都聚集在虾头啊。哎，问对人了。反而肉就是很单纯、很无聊的蛋白质啊。虾子的所有的精髓都在头上。原来如此。好，对那我相信那个同志的虾族也是，就如果你今天拿到一只虾子，你不会想要就是只吃肉，就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完美的利用它的话，不会把头丢掉。天不照嘎，不照嘎叽，对，好像什么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嘎叽。哇，来学台语的。子昌嗨，你好，欢迎你来。哦，有道理啦，恐同跟仇同不一样，那没错。你超爱虾头，对啊，就是虾子的那个油脂跟那些有的没有的营养全部都在虾头上。然后虾身虾尾就是非常无聊的蛋白质，就是肉，就是蛋白质啊。好像是哦，头才有虾味啦。对啊，所以如果你今天找好事多有出一款去好头的那个去好头跟壳的那个虾子好像很多它不只是有整个的那个，它就是不是啊，就是它那叫什么？那个东西叫什么？那叫沙拉，对，那沙拉里面不是有这种的？那是给那种有在饮控的人吃的。是哦。对啊，因为油脂的关系吗？对啊，因为那边都是它的油脂啊，原来如此。感觉是因为虾头没有肉可以吃，所以衍生出来的用法吗？或是普遍的人不懂吃虾，是这样子吗？可是，对啊。没事，我们给那个虾族朋友们一点那个信心，就是你只是没有找到懂吃的人，懂吃的人就会爱你的头，这样可以吗？没错。来找扣子吧。我不要虾族，谢谢，我也不需要。而且我不吃海鲜。哦，真的啊？对，我不吃海鲜。你是不能吃还是就不爱吃？我不爱吃。因为我家里以前是卖海鲜的啊，应该说卖过海鲜，然后那是我小时候的恐惧，闻到怕。对，我有时候会上课回来，然后桌上摆着一整条冷掉的虱目鱼，然后叫我在楼下厨房把它吃完，然后大家都在客厅看电视，然后我一个人坐在那边吃。为什么？我超可悲，我的补习回来9点多了，然后叫我在那边吃那只鱼，然后我没办法休息，没办法去看电视，大家都在看电视，然后我一个人坐在那边吃，我会吃到哭出来。不是啊，别人是已经吃完了。对啊，大家都吃饱了我上完补习班9点才回来，那大家早就都吃饱了，然后就一整条冷掉的
吃木鱼，你吃木鱼，但是吃超多的，不是超吃木鱼，级多。吃木鱼冷掉应该蛮难吃吧？它那个肥肥的部分冷掉感觉不太好吃哎。对，它很就冷掉，然后就很腥，然后就刺很多，然后我一个人在那边吃，好可那是我怜，超可怜。然后就还不能看电视。我那时候才几岁，我不能看电视。童年阴影。那你现在应该蛮讨厌虱目鱼。我现在讨厌任何的那个海鲜都讨厌。但我会那个啦，我会处理鱼菲力，所以对。其实我可能自己弄的话，应该会还好。啊，理解。感觉你也是在你的叫什么精进你技术的过程中，应该也是不可避免的需要料理一些海鲜吧？对啊，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卖的最好的就是海鲜类的意大利面了。哦，感觉好像对啊，意大利面感觉海鲜类的都应该还是会蛮有人气的吧？很多经典的大家会点的都是。对啊。意大利面就算是蛮容易做的好吃的意大利面。那你自己最喜欢？因为如果你不吃海鲜，那我蛮好奇你最喜欢的意大利面口味是哪一种啊？是清炒，然后辣味培根意大利面。清炒辣味培根哦。对，清炒的就是有辣有培根，然后其他随便。我好像没什么吃过清炒的培根诶，我就吃过清炒的蛤蜊。清炒的海鲜应该大家比较常吃到。对，好像是。对啊，因为海鲜能配的酱都有一点盖过海鲜本身的味道，我觉得。了解。好酷。那你呢？你最喜欢的意大利面是？我想来想去，好像是清炒蛤蜊耶。我很喜欢蒜味。就是你很喜欢蒜味。我一直都很喜欢蒜味，我超爱吃大蒜面包。如果家里有买大蒜面包，我就整条就当点心吃掉，所以我现在蛮胖的。那你会自己在家里做油封蒜吗？我不会做菜。没有油封蒜没有什么难度啊，你可以去查一下配方。好，我突然想到，我有做过葱盐酱，也蛮简单的。葱盐酱就是葱、洋葱，然后盐之类的。我以为是青葱诶，我以为你在说另外一种葱。那个烧肉的那个烧肉会用的那个葱盐。对。最常吃清炒。我问过真的很多人，就是大家对意大利面的第一名的印象都是清炒，不知道是不是台湾人口味的关系。是这样子吗？然后对我有做过调查。哇，好酷的调查！我做过这个调查，就是真的清炒在台湾人的普遍的排名都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蛮意外的，因为我也觉得蛮意外的。所以台湾人应该算是偏重口的吧？应该是算偏重口。对啊，我想象也没有到那么重。我的想象会是白酱或红酱想说白酱感觉大家可能蛮爱。对，但我觉得大部分台式的意大利面餐厅的白酱都有点太台式，这有点太软和了。已经不是一开始那种传统的白酱，就很多人这辈子可能都没吃过传统白酱。我应该没有，这个你有研究？青酱派人这么少吗？没有，青酱派通常稳居第二。居然是第二哦！因为我平常很少吃青酱。是因为青酱比较符合台湾人的那个口味，感觉也是清香的那种感觉。好吧，有道理。青酱很接近台湾人口味，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不是，看错，清炒很接近台湾人口味，好像也蛮有道理。
你有什么最喜欢的台湾传统美食吗？台湾传统美食，我觉得是那种小吃的饼类的。饼类啊、像是什么胡椒饼啊，然后那个麦仔饼之类的东西。哦，那个超好吃。就有这种很台式的这种，我觉得它比较贴近所谓的台式美食的那种感觉。你说有一些你们叫做台式，但感觉没有那么台。就有一些小笼包吗？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对啊，像小笼包，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符合我心中对于台式的想法。哦，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好像蛮多外国游客来台湾喜欢吃小笼包，比如说阿斗，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讲话吗？啊，什么东西？阿斗啊，就是那个你说他来台湾，然后发推说我吃了小笼包，然后好像很多人喜欢来台湾吃小笼包，我觉得小笼包也许这个我对中餐的菜系没有什么研究，不然懂。我对小笼包也没有研究，但是我以前有在上课，但我没有在学。没事，你有对那个那叫什么？那叫意大利面，听起来你对意大利面还有白酱蛮有心得的。对啊，台湾不产麦，有道理，难怪会觉得那种面食类的就会感觉没有那个很台的感觉。我会常常有这种感觉。就是对小笼包，对，我觉得这个可以来探讨所谓的台式料理，就是一定要所有东西都是产地在台湾吗？还是它是一个精神象征的那种感觉，或是什么应该要在什么年代之前存在于台湾的？可以讨论这种，对啊。不然你那个年代完全不限的话，现在那个什么台湾也有卖摩斯汉堡，觉得摩斯汉堡是不是一种台湾料理嘛？可能不是。其实我本来想要举例酸菜鱼的，但是算了。没事。好酷哦！原始的台湾水饺是透明的，是因为是用地瓜粉做的啊，因为以前不产麦哦。上次有人提到原始的台湾水饺是比较像水晶饺的那种外皮，原来是这样子，好酷哦！台湾水饺我不知道但我没吃过，这个没有什么，对这没有什么印象。那你有吃过那个吗？奇拿富，就是那个原住民的粽子。我也没吃过，我没吃过，我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南部粽的，什么是北部粽，真假的？不出来。对啊，我好像没有吃过某一种。好，我跟你介绍，吃过一种。南部粽会在水里煮，然后北部粽在吹之前，它会先炒过，炒得很像油饭，所以很多人觉得吃起来就是3D 油饭。我说的很多人包含我。然后我感觉南部粽，因为它直接在水煮，所以它好像那个米饭会直接就比较粘在一起，变一整块的。它是一个锥体，整个都是。那我吃的应该是那个就是推的。所以你是吃北部的？对，我应该是吃北部粽。可是我吃的时候从来不是在北部吃的。好笑，好像中部北部的好像都比较类似啊。对啊，我没有吃过在水里面煮的，难怪他们会说南部粽就是弹。好吧，可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说。虽然我不同意，但我可以尊重。我是死忠南部粽派。立场非常的明显。不知道有没有被冒犯到？这不是我的立场，我没有吃过。互相冒犯。我觉得你可以都吃吃看，然后你就知道比较喜欢哪一个。到时候再来冒犯人也不迟。没有啦，没有一定要啦。哇，干脆直接写一个 diss track 来批评北部粽好了。我才不会。我说我啦。超级无聊。超级无聊吗？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我其实对
其实对是，食物的争论没有兴趣吗？对，好吧，我感受得出来。没有啊，我就只想哗众取宠，博得一点流量啦。我也没有真的很在乎。现在不是有在街访吗？哦，那个就是在蹭所有其他 VTuber 的流量啊。其实我蛮想街访你的，可是为了视觉上的统一，我还是会找就是有 VP 可以动的。那真的很抱歉，抱歉，是我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直接变出一个 VP 给你，是我的不对。对啊，你要街访我，就要准备一个皮，还是我的箱子皮借你用？我不要。你不屑，好，没关系。你的箱子也是一种南部粽，箱子也是一种南部粽，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觉得我看起来整个都是痰啊？因为我很会杂谈，是不是？想多了。没有，我没有要来接个梗，你不要在这边接个梗。你没有要接梗吗？好吧。没有要接梗。好吧。好吧，我们来转盘好了。好。好要命，好好笑。你在跟其他人讲话会这样吗？我觉得看人呢。你是说讲话很像多米多罗吗？不是，就突然讲一讲，开始转盘。哦，会啊，只要我觉得那个尴尬的美学也是看人，就是跟有些人讲话，就是虽然很尴尬，但是是那种不会很怪或是很不舒服的尴尬。有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像我觉得跟你的尴尬就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蛮有趣味的尴尬，很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对啊，有些人的尴尬是真的尴尬，然后笑不出来，那个就不会。而且我觉得我们有在刻意营造那个尴尬，多多少少吧，多多少少。我会故意不说话。对，就是也没有太刻意，但是就是我们知道可以让他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就好。给他尴尬。可是让观众看起来不会很不舒服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不会共感吗？共感我们的尴尬？他们可能喜欢吧。是我也蛮喜欢的，我蛮喜欢看尴尬戏的，所以好奇怪哦，我奇怪吗？看到共感尴尬，我会开始痒痒。对啊，然后就会很好笑，就会很想笑，然后就蛮爽的。啊，只有我 ？What the fuck？ 我不知道。好吧，那我们转到什么？我们转到来聊聊恐龙的话题吧。谁他妈塞一个恐龙在这转盘里面？恐龙是什么啦？恐龙是那个啊，史前的一种。不是啊，我是说为什么要塞这个啊？你知道塑胶恐龙里面可能有真的恐龙的成分吗？我知道那个梗，因为那个石油是古代生物的遗骸变成的，包含恐龙，然后塑胶是从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所以那个塑胶恐龙里面某种程度上可能含有恐龍的成分。哇，真材实料哎！真材实料，对啊，真材实料的塑胶恐龙哎。我们聊恐龙的话题，然后聊塑胶恐龙。不是，它不只是塑胶恐龙，它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恐龙，所以我们还是我们来聊恐龙让梨，是不是也是这种恐龙？你说什么？恐龙让梨吗？对啊，恐龙让梨。我就问是你会让吗？我想一下，不是啊，他搞不好根本不爱吃梨子啊。我会让我蛮不爱吃。你超爱吃啊！你超爱吃。我超不爱。没有，你现在超爱吃。我超爱吃。对，你现在超爱吃，你还让吗？应该是不会让吧？不是让了可以干嘛？让了可以被写在史书里面给以后的人看，有差哦。那也是一种史前动物。我靠！有人说骑机车的其实都在骑亡灵恐龙，我靠，超帅！超帅的！这是我们为数不多的恐龙话题，谢谢你。可是小时候不会很爱恐龙吗？不会。性别刻板印象的小男生应该要爱恐龙吧？不会啊，我完全没有兴趣。你不受那个性别框架的束缚。但我
但我曾经跟我阿公的店，我阿公以前开快炒店，反正跟那边一个客人吵架，吵恐龙的架，因为那个人觉得恐龙就是虚构的，怎么可能？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科学家都有挖出骨头来啊，他就说那个是幻想症，那个全部都是幻想症，难怪会跟他吵架，我们会跟他吵架。这个太没有科学精神了。但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呢。我吵到后来很讨厌他，我端他的面的时候都丢的。啊，你说都留什么？都丢的，都丢的，我会故意扣一下很大声。还是他其实很喜欢被这样对待？但他好像不在乎。哦，好吧，搞不好他喜欢被小朋友凶，好变态啊！哦，你是说他是个当色卵？哦，对，东线卵，现学现卖，不错哦，加动人，现学现卖，哦，很强哦。这样不止同性恋，还恋童癖呢。恋童癖台语怎么讲？我看一下，字典可能没有哎。你有看到那个吗？就是恋童癖其实不该叫恋童癖。哇，字典没有。哦，对啊，那不算恋童，那算虐童，对不对？那算虐童癖。对啊，那就虐童癖。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对啊，但好像你要查虐童癖的台语，可是字典应该也没有。虐童癖，我靠，没有。哇，这个要等着人去翻译。照念，感觉照念也不是不行啊，感觉照念好像怪怪的。乱动撇，应该是撇。撇，乱动撇。对啊，好像比较少直接在念儿童的童这个字。乱动。儿童的童为什么比较少在念？因为通常不会讲什么，你要讲就是激动，如果你一定要讲儿童这样子，但通常会讲金拉郎比较顺。哦，那金童玉女的金童嘞？哦，就是金童啊。哦，那这样就是一个字的。对对对，可能因为它是在比较文言的场合才会用到，就是日常生活比较少用一点。有道理，有道理。对对对，所以难得有人讲的时候，又会觉得好像怪怪的。侏罗纪的恐龙，侏罗纪世界恐龙就是用真的恐龙拍的啊！对对对对，有啊，这个我信啊，真的是一定的啊，那是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是侏罗纪，对啊，侏罗纪的时候拍的，侏罗纪公园，所以是侏罗纪。对对对，这是有逻辑，没错。如果它叫什么？好，现在叫什么纪忘记了。应该是有取名字啦，但是没有人在乎，因为用不到。你说我们现在有取名字？对啊，现在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叫一个什么什么纪，是确实有名字，但是平常用不到。那侏罗纪的台语怎么念？我不知道 ，Jurassic 吧？那才不是台语，还没有人翻吧？但是侏罗纪听起来是 Jurassic 的音译耶，所以感觉也是找一个类似的音译就可以了。哦，台语的翻译的逻辑是这样吗？感觉这种东西也不能用意译吧，也只能用音译吧。哦，我知道。我觉得你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可能有蛮多人会很习惯，就是直接拿中文音译过的东西，然后再把它念一次，可是那个音就会差太多。就是什么意思？我想一下哦，怎么讲比较好？想不到很好的例子，但是举个例子的话，比如说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Kate， 然后中文要音译它就会叫凯特。如果你想要用台语翻译它的话，我建议用台语找一个类似的音，你不要再去把中文翻过的凯特，你再给它念开迪，就跟 Kate 有点差太多了。就是这是二次翻译，就没什么意义，你不如重翻。就是说直接从原本的一开始那个翻。对对对，就是你可以直接找原本的来翻，你为什么要翻他的翻？对，你翻他的翻，它就会那个失真更多，没什么意义。台罗仔 murmur， 看来恐龙这段是故意，到此这段是故意，这段是录音吗？
我说这段是故意的，这段安静是故意的。对，看来恐龙话题也没什么了不起。哦，现在是更新室，对啦，但是好像有个什么季吧，它好像那个有什么室什么季什么，来聊聊食物的话题吧，聊到烂了，我们要不要跳过？这段应该安静也是故意的。恋童癖其实要说是心理疾病吧，恋童跟恋童罪犯本质上的犯罪事实的差别。哦，然后我们那时候应该说，那时候有人宣导说不要用恋童癖的原因，是因为恋这个字比较美化吗？正向一点，对，有点太美化这个状况。对，大概就是这样。但可能虐童没有呈现出，就是他对小朋友有那种，就是可能想呈现的意思又会不太一样，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更精准的词。但我也觉得有点道理，就是说恋童听起来有点太美化这件事情。对啊，就是这件事情不管怎样都不能被接受。这也不是你在心里想想这样就好，觉得都挺不应该的。不知道这有没有办法治疗？不知道治疗吗？它要被算成是一个病吗？我不知道，没有研究过。这个感觉这个问题会蛮复杂的。没有想法。对啊，我也比较少在想这些事情。聊聊其他 VTuber 的话题。你平常会看其他 VTuber 吗？会啊，我有在固定看几个。那你愿意分享吗？有包含陈火蛇吗？应该还好。没有。我想也是。好赞哦！我没有在挂男 V 的台，不好意思。我想也是，因为我也不太有。那你最喜欢的 VTuber 是谁呢？最喜欢，我好像没有特别去喜欢特定某个 VTuber。哇，雨露均沾。我只是就好像蛮适合待在这里听他讲话，我就会待。好像没有特别喜欢那个，但我欣赏跟崇拜的有，喜欢的没有。理解。哇，那你可以分享吗？还是你不想讲？比较欣赏的应该是像花游工作室的吧，花游工作室的我觉得都很屌。原来如此。然后崇拜的有，我现在好像给不出一个答案。好吧。然后我有在固定看的应该是Joko。你说对，好，那个Joko。我需要分享我的吗？我其实蛮少看 VTuber， 因为就自己开就没啥时间了。然后你不会去看别人看同行在做什么？会看，但是那个看就不是我想想，那种看跟那是带有目的的看，明显带有目的的看，跟那个真的作为一个观众在享受不太一样。我也会有当普通观众的时候啦，就是吃饭的时候看一下比较熟的 V 在干嘛，聊个天这样子。那没有特定几个吗？有啊，比较我想一下哦，最近真的是蛮少看的，就是会觉得跟台没有很常跟的话，就不敢说有在看啦。但是比较会点进去的有比较常互动的就是黎乌跟伊犁，因为他们也蛮常来看我，然后就私下也会聊一点天，所以有看到刚好他们在开，就会去看一下在干嘛。对，我记得伊犁，我是那时候看到他在争台语使用者，然后我就推荐你去，我记得。是这样子。我在推特标你，对，我在推特标你。终于解开了我怎么跟他认识的谜团，因为我们一直想不起来我们到底怎么认识的。原来是你。就我看到他在那个我就用小账标你。然后你就说谢谢，然后我们就
对，我们就拉在一起，还被画了那个垃圾的 fan art， 然后那个画的人现在还在看台，就是你伊藤绿茶，就是你，大家都很爱那张 fan art， 看起来蛮荒谬，蛮好笑。我是没看过真的哦，再贴给你，蛮好笑。对，哦，原来是这样子。我想一下，我还要看谁？其他有一些是不然我趁机分享，就是有一个最近要毕业的叫西翁，我觉得他的秀才蛮有料的，我自己剪辑的一些想法也是有偷参考。哦，我觉得他的音效的节奏掌握的很好，真的好像离屋也蛮爱的。对啊，就好像大家都很喜欢那个，但我没有看过。就是偷偷揭露一下，我蛮喜欢看发疯的，就是对我蛮喜欢看讲疯话，或者是那个情绪表现就很疯狂的那种，他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表现，蛮爱看的。哦，原来是这样。对呀，但我觉得离屋的疯是另一种疯，就是那种蛮尴尬的怪胎。你直接说人家怪胎，那是在我们两个之间那是称赞，就是我们都会这样讲对方。对啊，我觉得扣子你好正常哦。哈？什么？我好正常？就你在称赞我还是？我也不知道啊，就是中性的描述啊，就是你也不会讲一些很怪的话。因为我还没开始讲。那你要讲一下吗？我不要，我不要。那算了。好，我们讲到哪？其他 VTuber 好像差不多是这样你有看台 V 以外的吗？就是日 V、英文 V。我以前有在追一个叫什么叶赖加什么东西的东雪吗？叶赖加东雪。听起来像日我有在听他的台，大是日比啊，我在追他的台。好像听过，好像想起来了。我好像因为我不会日文，所以你会日文啊？你会日语啊？我不会。你怎么追？我就挂着。你就挂着好。然后我就挂台了。好。是说我蛮想要有全客语 V 的，我想学客语，但是目前没遇到。客语 V？ 对啊，感觉很少见。全台语 V 都蛮少见了，连我都已经不是了。说从头到尾只讲客语吗？对啊，很想要但感觉那个经营会非常困难，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做。对啊，好听哦。太可惜啦。就是我们表定时间是1个半小时，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多聊一点，你觉得呢？对啊，我觉得差不多。你想要离开我了？而且我还没吃晚餐。靠杯不早讲，那你先去吃晚餐，耽误你吃晚餐时间。我忘记了，我刚刚练一练，然后就时间好像快到了，我们可能等一下要准备要干嘛，可能要塞东西，所以我就没有去吃，我就在等。好吧。然后又想说，对，有没有去吃？结果我们完全没有塞，我们今天是什么都没有塞，我们就直接上了。对啊，我们其实我这个节目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就是你都不准备，你都没有想过准备题目，然后让大家比较好聊的。其实要看我都会先好像也没有都先问，但是如果来宾有跟我说想要先有的话，我就会先给。但是你没说，我就想说那应该不用，因为多数人都不用。对。对就是陈述有说可以的话，先给他放刚，所以有那一次有。聊陈述聊何谓艺术，没错，那个主题听起来是该要有访纲啦。对。你们何谓艺术的定义，最后聊出了什么？如果我说我忘了，会不会被延上？不会啊。陈述的话本来就不用特别去记哦。太靠北了吧？什么意思？他就是那个，对啊。
认真说，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收获很多，但是你问我实际上收获到什么，我有点讲不出来，可能因为我不是很聪明。代表你可能全程都在敷衍他。没有，我听得很认真。没关系啦，就算你真的在敷衍他也没关系，因为他有时候真的是话很多，然后废话又很多，讲话没什么重点。我也是呢。啊？我有时候也蛮爱讲废话。你这话超少的。真的假的？我那时候有在小账发推啊，或者说觉得陈火蛇这个人，只有聊到台语的时候，才感觉像是有灵魂，其他都很像在跟一个空壳讲话，就是我一个人在那边很激动，然后他另外一个人是空壳。那我们要聊台语吗？不对，你要吃晚餐。我还要补攻壳机动队这个效果。我还没看呢，好想看。好，算了，没事。好，我要走了。拜拜。我要挂电话。大家最期待的一刻来了，包含我。是大家最期待的一刻。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会变成我们例行的梗，以后我们只要有一起出现，大家就会期待你挂我电话。火蛇，你知道吗？哈，笑死，好赞哦！不是。真正的唐突系 VTuber 其实是扣子吧？他只差不是 VTuber。天哪，这个男人又挂我电话是怎样？啊？这个麦克风也没价值，我们来宾已经离我而去了。那我就来跟大家说拜拜好了。扣子还给我聊，还给我留言，太无情，跟大家说拜拜，然后不会好好跟火蛇说拜拜，是怎样啊？好啦，他要吃饭要洗澡，先去。拜拜，扣子，谢谢扣子今天来聊天，蛮开心的。注意身体，谢谢，确实该注意。我最近这几天一直感觉有点快感冒的感觉，什么意思？他用我的招式对付我？你是说唐突系吗？还是什么？好。那对耶，新冠最近又回来了，真的，好像蛮多地方有那个，都陆续有一些算灾情嘛，就是有一些疫情开始又出现了，真的是大家真的是要蛮小心的。嗨，阿峰安，你那今嘛才来，今嘛差不多准备要关啊，我之前不是长途关台过2次，只有2次吗？不止吧，我记得不止2次。对，但我后来还是觉得对大家好一点，现在都会放那个，那算片尾吗？反正就是现在都有对大家比较好，就是会放那个旋转三明治，让大家不要觉得关得那么唐突。